厕所马桶、洗手盆，然后浴室还算挺干净的。咱们住2楼，3楼这里有公共区域，一个小厨房、微波炉，那边有一个电磁炉，免费的茶，还有咖啡。1楼这里还有一个厨房，这里2台冰箱呢。放好行李，开始布达佩斯街溜子模式。这些个肥鸽子看起来肉好多哦。中央市场还挺大的室内商场，就跟咱们菜市场一样的卖各种肉干啊、佐料，没啥区别。步行街算不算布达佩斯的江汉楼？满大街的烟囱面包店跟哈尔滨中央大街似的。弗洛斯马提广场、伊丽莎白广场、摩天轮。找了家本地高分饭店，尝尝本地特色菜，就是炖牛肉和混了鸡蛋的面疙瘩。电视里面还有一些小蘑菇，9000块。哎呦，他这个厕所跟那霍比特人小屋似的。布达佩斯住宿不贵，但是吃饭很贵，每个来的人都要摸一下他的肚子和胡子鼻子。雕像正对面是圣伊什特万圣殿，当然也不可能顿顿吃，尝一尝当地特色就好了。换了点现金，下了2顿馆子，去了2/3了。自由广场这里有个喷泉，它本来一直喷嘛，但你只要走到近前，应该是这个地砖下藏什么感应的东西，我一走上来。喷泉前有一座纪念碑，但是纪念碑前全是因为这个纪念碑而引起来的争议。苏维埃战争纪念碑，匈牙利曾经被德国占领过。国会大厦背面，今天阴天，云好厚啊。科苏特广场，这里是电影《豺狼的日子》的取景地。这个电视好多的取景地都在布达佩斯，但是咱就没必要一一去找了。主要是我都没看过这部电影还是电视剧，之前是看的《星空之城》的解说。这广场上现在施了肥，超级臭，这国会大厦整得跟个城堡似的。那么多房间，不晓得里面有没有电竞房啊？他们这个老式有轨电车真的很有感觉。远看免费啤酒，近看 WiFi 免费，啤酒不错。超市买点面包当明天早饭，139。还有个65福林的牛角包，一起200。小狗公园，好可爱。不搞笑，给它画了耳朵、胡须 ，Q Cat。多瑙河畔。它这个国会大厦建筑风格有点像米兰大教堂一样的，墙面上也站着各种小人的。匈牙利这边的钓鱼佬原来是用面包块打窝的。河旁一长条的鞋履雕塑，为了纪念那些当年被逼着跳入多瑙河自杀的平民们。塞切尼链桥，2只手桥大狮子，这黄色好像立跟咱们重庆的好像。布达佩斯给人的感觉节奏很明显比意大利要慢些。那这里也有上下坡小缆车，起步坐船就到对岸看也很漂亮。哦，它是一点点亮起来了，不是突然蹦一下。哇，好标准的蓝调时刻啊！天空蓝到爆，是这个金黄色大厦的原因吗？我怎么感觉整个天空地上都是蓝的？真的。溜溜球，徒步4公里回青旅睡觉了 ，Nighty night。在越南芽庄前往岘港的过夜大巴上一觉睡醒。晚上8点半出发，早上8点半才到酒店。2 p.m. I want to storage my bag here first. Okay, thank you. 订的这个酒店离海边挺近的，走路大概就3分钟，不过现在太早了，还没到入住时间。好 I want to rent a motorbike, like gear Sold out bike. gear, sold out gear bike. So I think I just rent an electric bike. Okay. How much for the deposit? 500. 500k for deposit. Yes. Okay. And You then rent how many days? just 1 day. 1 day, 150. 150. Okay. If I got no battery, can I came back to switch out? I just came back. Yes. 把15万越南盾租了一天电动车，这边50cc 以上的摩托车要国际驾照。电动车的话就不用护照了，你说往滑翔伞的。怎么感觉岘港的海比芽庄要好看呢？海浪渔船以城市大厦为背景，这整片海湾都不是我的。观音像，哇哦！